大家好啊，又係我金爺啊！依家咧我就喺向西村地鐵站 B 出口。咁向西村喺邊啊？咁啊，梗係喺深圳啦。嗱，即係香港人不想消費咧，就梗噶啦，係咪先？咁但係今個月6月，其實我自己個人認為咧，應該好多香港人會留港消費嘅，係唔會點樣上去嘅。咁但係真係令我好驚訝喎，因為依家我有一半時間咧就喺香港，有一半時間咧就喺深圳噶嘛，即係冇辦法啦，大家都知我好忙，係咪？咁我發現咧世界盃喎，咁唔知點解咧香港就冇人嘅，無論係蘭桂坊啊，又或者咧即係平時嗰啲清吧咧冇人嘅。但係我好記得咧8年前啊，或者4年前疫情嘅時候。世界盃咧都鎖住咗好多香港人咧留港消費嘅喎，咁但係依家咧真係可以用冷冷清清去形容香港嘅，咁但係翻到嚟深圳咧就唔同啦。咁啊，究竟啲人咧去咗邊度睇波咧？其中一笪地方咧就係水匯。嗱，呢一間咧順泰華啦，咁其實我成日去嘅。咁啊點解啊？因為好近，我住附近嘅啫，行過嚟咧都唔使5分鐘，好熟噶啦。基本上呢度有男賓部，有女賓部啊。基本上嚟講，中泰式、港式推油乜都有啊。咁但係問題就係，咁有咩咁特別先？咁點解香港人咧會翻嚟咧睇世界盃咧，就唔喺香港睇咧？嗱，其實即係國內咧大大小小咧各式各樣嘅水療啊，都打住咧依家咧世界盃呢個旗號咧，去不停咁宣傳，有好多咧場所咧有唔同嘅優惠嘅。咁啊，而且就係大佬，即係如果你去唔同嘅場所咧，你發現咧裏邊啲服務員有一啲部長，甚至乎啦，好似我依家拍緊嗰啲即係踢波嘅技師啊，唔係係好大波嘅啊，唔係好中意踢波嘅女師傅啦嚇。咁咧佢哋咧都換晒球衣啊，即係好有吸睛嘅感覺。咁啊，即係咁樣講啦。咁其實依家搶生意啊嘛，係咪先？你唔做啲宣傳咧，確實咧真係吸引唔到咧港客嘅。咁點解香港會冷冷清清咧？因為講真啦，依家香港啊，你揾一啲地方聚一班人咧，真係唔係咁容易嘅。但係反而國內又唔同啊！嗱，好似喺呢度順泰華咁樣啊，你約3、4個 friend 咁樣嚟呢度揼個骨、按個摩，咁呢度有獨立電視嘅喎，咁你可以咧就即係個人一個位，然之後咧自己獨立喺度睇波，食住花生，咁啊中意咧就嗌2個彩兒啊、美容師啊陪你睇波咯，係咪先？咁亦都咧呢度咧有卡拉 OK 嘅。咁你可以咧開間房喺卡拉 OK 嗰度咧睇波都得嘅。咁但係即係無論點都好啦。咁其實我覺得咧北上睇波咧就好肯定咧呢個月6月咧就會令到好多水會爆場噶啦。其實就唔使擔心咧，按完之後咧冇地方瞓啊，或者睇完世界盃咧又唔想翻香港咧。咁啊驚冇房瞓啊！其實依家唔需要咧擔心嘅，因為無論係香港也好，國內也好，今時今日嘅經濟環境咧，其實你去到邊間水匯都好啦，都好少可咧要加鐘嘅。咁啊當然啦，你話我唔係喎，有陣時禮拜6啊，咁去到都要加鐘喎。咁即係呢一啲咧就個別啦。其實依家好多中細場咧都唔使嘅，甚至乎咧你3、4個人一齊去咧。佢送多1個鐘頭嘅卡拉 OK 俾你唱添。其實依家好多場咧，佢哋嘅優惠咧都係層出不窮。有陣時咧就係1個禮拜裏面有一日咧就有特價嘅。咁啊當然啦，呢啲嘢你唔好問我啦，你問翻呢度啲部長啦嚇。咁好啦，咁啊呢度個 K 房咧就順泰華得一間嘅啫，所以咧你哋就一定要提前預約。咁啊你唔預約咧就冇嘅。咁音質啊各方面啊都 OK 嘅，咁因為我以前成日嚟唱嘅。嗱，呢度個特點咧就係咧喺國內咧以前成日俾人封殺嗰啲歌手咧，例如張敬軒咧都有佢嘅歌嘅喎。咁啊呢樣嘢咧就真係
幾奇特啊。咁啊呢度啦，咁啊即係都一樣啦。咁你嚟到啊就一定係有人陪你睇世界波㗎，唔使講㗎啦，係咪先？咁嗱，你嚟呢度咁，你話如果一條友咁啊唔心悶嘅，咁咪揾呢度啲師傅咧就陪你睇下咯，係咪先？嗱，呢個場咧就好搞笑嘅，就出咗名咧，呢度啲啊師傅啊就唔願意出鏡嘅，咁所以咧我今次咧竟然可以拍到咧咁多靚女咧，其實真係唔容易嘅，咁啊真係心力交瘁啊，唔係講笑話。咁坦白講，呢度啲師傅咧質素咧係好得嘅，而且咧有一啲咧就係 model 啊，又或者係明星級，咁啊嗰啲你影唔到噶啦。咁你見到咧，咁你犀利噶啦，真係可遇不可求。靚過明星咧，我諗你哋都未見過，即係條腿長過萬爾文，咁你哋可能真係未親身經歷過嚇。咁但係咧，我有經歷過嘅。嗱，先聽下我同呢位咧小姐姐傾偈先。哎，你好啊，小妹妹，你為什麼這麼漂亮啊？你是哪裡的人啊？四川的。四川那麼白是很正常的。我認識的四川美女都是那麼白的。你們四川是不是很多那個四川話比較特別呢？你說一兩句來聽聽。是不是有一句什麼那個沙子呢？啊，我老是看視頻的時候聽到這種話。那你對那個男朋友有什麼要求啊？哇，對我比較好的啦。要不要很有錢啊？也還好吧，也不要。這不是就是有點錢就行了，是吧？對對對。那你很快就有男朋友了。哇，謝謝，真的你的。嗱，各位咁啊，即係未嚟過嘅咧，就絕對可以嚟試下啦。咁因為我成日嚟啦，咁所以我好清楚啦。呢度個價格咧，其實有平有抵嘅。咁幾嚿水埋單嗱，即係通常我介紹親嗰啲咧都唔會貴過咧5嚿嘅。咁啊，所以咧你哋想了解多啲，想知多啲咧，就入我哋群組問我哋啦。咁啊，又或者咧直接咧加呢度啲微信，咁有咩服務啊各方面嗰啲咧入群組你就睇到噶啦。如果你哋係星期3、4咧過嚟嘅話咧，好大機會撞到我嘅。咁好啦，睇下同你哋有冇緣分啦。呢條片就講咗咁多先啦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